透过今仔早起是咱的敬拜，透过咱的娱乐，透过咱的祈祷，透过早起是伫咱伫遮三甲组织，和咱的主上帝有真好亲密沟通的时间。愿上帝赐伫早起是的礼拜，也愿伫新的一冬，上帝赐伫每一个家庭，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拢会当领受到对主遐来的恩典甲疼痛。伫咱开始今仔早起是的敬拜进前，我需要请大家做伙来念这段的经文。 咱来用台语念一解，咱嘛用华语念一解。咱用台语念一解，来，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，你的路径拢有油在地。好，我们用华语来念一次：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。感谢上帝，过去的一年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不论高山或低谷，我们都仍然走到了今天这一天。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 都是在上帝的保守跟上帝的看顾当中，所以在今天早上新春的晨曦礼拜，我们也带着感谢、带着欢喜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。我们现在一起用这首诗歌《你的恩典够我用》，我们一起来唱出我们的感谢，也唱出我们对我们的神的颂赞。呼唤心你即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。 恩典只有满满，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我们再次从头来唱，呼唤心语即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。 恩典只有满满，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不比我软弱，靠着。 想问这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各样代志，咱都来祈祷，也向上帝来讲出咱对伊的感谢。第一项代志，咱特别为着新的一冬，咱为着咱每一项会当得到对上帝遐来的平安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，互咱不仅是个人，也是伫咱的家庭，拢会当享受到主的平安伫咱的生命中。咱做人念这段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4章27节是华语的，华语的，咱做来念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
我所吃的不像世人所吃的。第一项代志，咱嘛为着除了平安以外，咱嘛求上帝，互咱有喜乐的心，互咱会当伫每一日，无论经过伫什么款的代志，犹原有对主遐来喜乐。所以咱嘛做来念这段经文，咱有欢喜来念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喜乐。这想邀请咱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，求上帝伫新的一天，特别伫新的开始，求上帝互咱每一日拢会当真正领受到对伊遐来的平安甲喜乐。咱做伙开嘴来，咱的上帝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伫新的一天，求你的帮助，伫新的一天，我献上我的感谢，也献上我的喜乐。主啊，伫新的一天，求你来享受对你遐上天的平安甲喜乐，伫我每一人的身上，也伫我每一人的家庭中，我通伫新的一天来领受到主。你真实甲阮三个人的，领受到主你的同在，领受到主你享受的平安甲喜乐。我伫新的一天，无论是经过什么款的境遇，我永远有信心来活到你。主啊，我献上你的感恩，我的感谢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引导我新的一天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新的一天。两项代志，个新的一天，求上帝互咱带着愿望，带着对伊的信心，伫新的一天，会当继续来跑走咱每一项头前的路。咱再来读这段经文，特别来书第3章23节，咱用华语来念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诺的指望，不至于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接着我们再念下面这段经文，以赛亚书43章13节，我们再念，看啊。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所以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再次来祷告，为了新的一年，我们有盼望，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让我们对神充满着信心，对他充满着一个依靠的心。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啊，主啊，新的一年，主啊，感谢你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带领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对你的心靠，让我们对你的信心坚固的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些盼望。在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，主要来开我们的道路，来开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主要我们前面都会经过什么样的事情，让我们相信在这个新的开始，你会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新的路程。我们看见有你新的恩典充满在这个当中，让我们先献上感谢，我相信这是一个恩典的道路，像我们这个主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我们用。最后两件事情来祷告。第一件事情，求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和睦人来祷告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使人和睦的神，是一个和平的神。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功课，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和睦的源头、和睦的管道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，罗马书：若是人行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。另外一项代志，这么上重要，求上帝赐福咱每一个人，伫新的一天，拢会当领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。伫任何咱心灵拢真正感受到有主同在是何等美好的代志。咱再来读这段经文，咱用华语来读。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；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咱做为着这两项代志，第一项为着家己绝对是一个和睦人，真的是一个和平来祈祷。第二项为着新的一天，真正领受到上帝上天的祝福，咱来祈咱做开除的这项代志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新的一天帮助我们这样相对是我主的，主啊，我真正是来帮助我的心灵，
来做一个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。新的一年已经开始，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我们的赞美。过去的一整年，从岁首到年终，我们都看见你的恩典，在我们所走的路径当中，都充满着你的自由，都看见你满满的恩典。主啊，或许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我们经历了高山或低谷，但主，我们相信你是仍然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主啊，你求你赏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，给我们足够的盼望，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，这些新的一档的开始，我们会当甲他来挖靠你、仰望你。主啊，因为阮知只有你是阮的上帝，阮知只有你是阮通所挖靠的。主啊，求你新的一档，也将你的恩典赐福伫阮每一个的心上，也伫阮每一个家庭的心上。阮真正看到主你是何等的美好。主啊，看见你真正是伫阮的生命中行奇妙代志的上帝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透过伫今仔早起写礼拜，也搁一摆用阮的歌声，用阮的祈祷，用阮一切的娱乐、一切的敬拜，拢献就伫主你的面前。愿主来带领早起写礼拜，将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也交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来引带。安尼祈祷，拢是用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。阿门。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，邀请咱兄弟姊妹为咱的这位起立，咱用拍婆啊，用欢喜的心，再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做拍婆啊，咱的上帝。从新春的开始，用咱的歌声，将一切荣耀、荣耀拢归于咱的上帝。咱做拍婆啊，来唱这条诗歌。一切荣耀、荣耀拢归我主我的后，伊是看着尊荣甲荣耀，咱着大声唱歌，荣耀耶稣生命。哈利路亚！一切荣耀、荣耀拢归我主我的后。咱的儿乐，一切荣耀儿乐，拢归我主我的后。你是看着尊荣甲儿乐，咱着大声唱歌，儿乐耶稣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咱着大声来唱哈利路亚，儿乐主。哈利路亚，哦，乐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乐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乐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时候我们是用华语来唱，我们用华语来唱，一切歌颂赞美。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之名。哈利路亚！一切歌颂赞美，一切歌颂赞美，都归我主我的。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，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之名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
我大声来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这地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。你也不必看顾这地，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我们相信新的一年，你的眼目必看顾这地，看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所以我们在这边一起大声的敬拜，来向你来呼喊，大声敬拜，全心呼喊，全能的神愿你降临，慈爱双手，大能帮背，直到如今能行神迹，敬拜神灵，充满权柄，高举双手，荣耀归你，专心谨守你的话语，世世代代都不变。你眼目必看顾这地，你眼目必看顾这地，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。你眼目必看顾这地，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你眼目必看顾这地，看过每一个属你的儿女，必看顾这地，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。你眼目必看顾这地，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是我们的宝珠，新酒和有满意，你要是不舍你，遵行你的旨意，谦卑会转向你，我们的你要跟随你。主，新的一年是我们的宝珠，是我们的宝珠，新酒和有满意。主，你定要赐福在这地，要赐福这地。主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来遵行你的旨意，遵行你的旨意，谦卑会转向。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定义来跟随你，神你的眼目遍满在这地，你眼目必看顾这地，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。你眼目必看顾这地，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祷告盼望，祷告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祷告盼望，祷告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新的一年，主求你的眼目看顾